中国禁止台湾的石斑进口。今仔日行政院长苏贞昌、农委会主委陈吉仲和台湾本土的连锁超市做伙举办记者会，表示政府会甲业者合作，推出这处理好势石斑产品，方便民众料理。伫国内通路也会加强来推广。 伫台顶甲拄完成的石斑鱼料理翕相，行政院长苏贞昌甲农委会主委陈吉仲支持参超市业者共同参加台湾石斑鱼推广记者会，讲到中国暂时禁止台湾石斑进口。苏贞昌表示，希望要有科学证据。我们检验完全合格，希望中国要用科学证据，大家依据国际贸易惯例来作业。中国这种打压也已经不是第一次。 前科累累，农委会也会做最好的检验，一定符合安全的标准。苏贞昌也伫现场感谢连锁超市业者，表示伫去年台湾往来透过业者通路就销了1万吨，这摆搁再甲业者合作，推出处理好势石斑鱼切片等等，方便民众料理、行销石斑鱼。我们就是要在产地把这一个处理好。 你鱼也无好抬，那农委会的工作就是在前端把所有的这些工作都做好，消费者很简单买回去就可以直接来料理。记者郭本长随新北报道。